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今個星期嘅每週通訊 Social Talk。今日嘅題目係長笛與學習法術。今日呢個題目都幾同我切身有好大關係，大家都未識我嘅人呢，咁我就略略咁講解下我自己嘅背景先啦。咁我自己本身就係一個香港嘅長笛音樂家，咁就玩咗長笛都超過30年㗎啦，咁專業演奏機會都超過20幾年啦，教學生都教咗30年，咁係一個好有豐富教學表演經驗嘅一個香港音樂人啦。咁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亦都係一個學咗法科一段時間嘅師傅仔，咁就而家兩者咧都 keep 住一齊做嘅，咁個背景就係咁樣啦。我首先想講下兩樣嘅共通性。咁其實我自己玩咗咁多年音樂，咁再學法術咧，其實我發覺有啲相似嘅學法同學音樂或者學長笛。因為我自己學長笛唔敢代表其他音樂人啦，咁但係其實都差唔多嘅啫。因為其實學音樂咧，我哋同學法一樣，最緊要係堅持，唔怕悶。咁呢個其實係好重要㗎。譬如我哋細細個學長笛嘅時候，一定要好俾心機練一啲基本功啊、長音啊、套音啊嗰啲基本功 fingering 咧係悶到爆炸嘅，一啲都唔好玩嘅。咁但係嗰啲先係對學音樂最重要。咁我哋學法都係一開始學法咧，其實唔會有咩特別大嘅感覺。咁我哋咧就要不斷咁樣。冇乜大感覺都好啦，就不斷練習，慢慢練下就會有成效㗎啦。咁我都幾覺得自己有幾努力嘅，因為我由第一日開始學習法術之後開始練習啦，咁就到今時今日幾年都冇停過一日係唔練習嘅。咁就亦都係一啲知道一啲要寫，開始識寫符水嘅時候咧，咁就每一日我都有寫，直至去旅行都好啦，我都會每日都寫嘅。咁我都幾怕自己呢個勤力度。同呢個長笛一樣，就係唔怕悶咯。因為其實每日咁樣寫，每日咁樣練習，其實會悶嘅。咁但係練下，你又會覺得我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堅持，咁樣慢慢就會有成效啦。咁我想再講嘅就係都會明白到一樣嘢，就係欲速則不達，係啦。唔會追求速成嘅。學音樂而家呢代我唔知，我講我自己啦，咁就知道速成係冇用嘅，因為基本功做唔好，你就速成冇意思。你就咁學一首歌，就咁學一首歌，可能都會做到啦。咁但係其實要好聽，基本功要做得好。等於我哋學法都好，你淨係學一樣法術或者淨係專攻一條。咁但係其他根基未打好，或者你好快咁學上去，根基未打好，修練裏邊嘅內在啊，個人自身啊，其實學法好講自身嘅，自我修練嗰啲未好，你淨係學啲法術，其實都唔會特別好。咁呢樣嘢，我覺得因為我有音樂底咧，咁其實就有着數嘅喺學法方面。咁跟住我想講一講大膽啊！個題目係大膽啦。咁咩叫大膽咧？就係玩音樂同埋學法都一樣，我哋其實唔可以細膽。譬如我本身係有返一啲管弦樂團啦，亦都有試過好多表演機會啦，玩咗好多年表演。咁有台上自己一個吹啦，或者係一啲職業嘅管弦樂團裏邊有一啲solo 成分啦，有啲要吹出嚟。尤其是我哋木管樂咧，成日都會係有啲獨立嘅 solo 句子出嚟嘅。咁嗰啲句子一吹出嚟係唔錯得㗎嘛。咁我哋就要好大膽咁樣夠膽做出嚟。咁因為我哋個基本功打得好咧，咁其實慢慢嗰個大膽度就可以養成。咁因為其實一吹錯嘢，成千人望住你咧，知你吹錯，其實好核突嘅會係。咁我哋為咗唔核突，咁我哋就要不停咁樣修練啦，不停咁樣練習咧，咁就可以達到唔會錯嘅，係啦，唔會錯嘅能力啦。咁做法事都係做法事嘅時候，有時去到一啲客戶屋企，或者一啲客戶有啲問題上嚟，我哋幫佢做嘢嘅時候，咁明知個客戶其實就係有啲問題，可能係有啲唔好嘅嘢喺身體裏邊咧，咁就會有啲其實正常人應該會覺得驚嘅。咁我覺得自己本身有音樂底啦，
音樂有吹 solo 底啦，咁其實就真係唔係好驚嘅啫。咁慢慢就越做得多，咁我哋個力量越強咧，咁就其實就更加唔會驚。出嚟做嘢，就算係做法事後邊一班人望住你，即係個師傅企喺前面做法事都好咧，都唔會拗嘅，因為有呢個場地嘅表演嘅 solo 機會之後咧，表演多幾次，咁一個做法事後邊點都唔會有成千人望住你啦，咁所以其實都唔會太緊張，唔會驚咯。係，跟住就我想講一講鬆容面對流言蜚語呢一個問題。咁因為學法啦，始終一啲玄學嘅問題咧，作為一個古典音樂人，咁都會有啲人講下，哇，阿蘇 Sir 而家咁樣喎，會唔會好奇怪、好邪啊咁樣？咁好彩嘅就係我玩咁多年音樂，由細個10幾歲開始就已經開始出嚟吹嘢咧，只要一出嚟吹嘢，一出嚟做嘢就自然會有人覺得唔滿意你啦，覺得你吹啲聲唔好聽啊，或者妒忌你啦，實會有呢樣嘢嘅。咁所以由細到大我已經有豐富俾人話嘅經驗咧，咁所以學法對我嚟講俾人話到好咧係完全冇感覺嘅，都係有嗰句講嗰句啊。其實仲有一句，音樂人有樣嘢咧係真係藝術家啲啊，藝術家嗰個成分比較高咧，有時出嚟做嘢都真係冇所謂，佢啲有啲人點樣講咧唔理嘅，照做照講嘅啫。呢個係好處定壞處睇係點睇啦。我自己就都幾中意呢種感覺嘅。咁最後啦，我想講一講時間管理問題啊。咁時間管理問題嗱，我每日嘅工作除咗係主力教學工作啦，而家就跟住又要練習法術，因為每朝早起身其實我都要修練啦，跟住要夜晚就晏晝就不停教啊，有時要彩排啊，要表演啊，跟住去到平均每日收工時間10點到啦，有陣時教啲外國學生咁就再誇張啲，朝頭早7點收工我都試過嘅。咁再加埋夜晚要打坐啊，跟住做嘢嘅時候要寫符啊，要再學習一啲新嘅法術咧，因為我都不停學習緊嘅，咁就又要練咧，咁其實個時間管理都真係要做得好好，基本上都唔夠時間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。譬如我有時想買盒模型翻嚟砌咧，咁就唔使諗㗎，真係冇時間。拎盒玩具出嚟買翻嚟，哇，好靚啊！好啦，咁就可以放低啦，咁就要做自己嘢啦。咁呢一方面無可否認，呢一個係一個缺點啦，因為始終做一次過又成為一個音樂家啦，又要教嘢啦，又要表演啦，跟住又要修法咧，個時間係真係要好好管理下。咁而家我都開始一啲港島區嘅都唔係啦，上門學生咁都開始減㗎啦，直情都推㗎啦。其實已經跟我學緊嘅港島區學生唔使驚啦，我會繼續教到你哋畢業為止嘅。咁就其他新嘅上門學生就全部唔教㗎啦。咁學校都唔教㗎啦，學校淨係教正一間，因為好有感情，教咗20幾年啦。咁依家我會 keep 住教嘅，其他都唔教㗎啦。私人學生都托賴啦，咁我都多，咁就都唔使擔心話唔夠學生，因為要喺學校度攞，咁所以都 OK 啦。跟住法科工作都開始都多善信嘅，咁幫到人都夠，咁所以其實就除咗冇乜時間做自己嘢，其實時間過得好充實，揾錢都揾到餐晏仔啦，幾開心嘅。如果最後想講一講嘅就係，如果時間有得重新揀咧，會唔會揀呢條路咁辛苦，又要教笛，又要表演，又要修練法術？咁我自己咁就梗係會啦。咁樣講到咁樣啦，因為我自己就真係覺得修練法術學法我係好開心嘅。咁因為可以接觸到一個玄學世界，咁係一個我覺得筆墨係形容唔夠啦，要係自己親身體驗。咁當然每個人嘅體驗係唔同，要係有時間啦，同埋唔好心急。越心急咧，咁就好多嘢都感受唔到、學唔到嘅。但如果大家真係想學法嘅，就真係要諗清楚，跟住想學咧，要學就預咗係冇得心急㗎，係所有嘢都要慢慢練習，
慢慢學習，慢慢修練，最緊要修練自己個心，就修練自己個性格，咁咧個法術就會越嚟越高㗎啦。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咁多啦，希望對大家音樂朋友有興趣學法嘅，咁可以留意下我講嘅嘢啦。其實音樂朋友真係着數啲嘅，因為我哋音樂嗰個心，我哋要用音樂感，要用個心嚟吹嘢或者演奏嘅時候，其實對修練法術咧嗰個心嘅感應力係強好多嘅。希望幫到大家有一個意見。有一個多個明白啦，多個了解。好，如果想問我想提問我嘅，可以喺以下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都得。咁就希望下一次再同大家傾偈，可以快啲，唔好等到幾個月之後先同大家做節目啦。OK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